Hello， 我係陳偉文，江湖人稱 Apple， 香港街場怪傑2026年 NBA 選秀狀元，現效力達拉斯小牛隊。今次同你講下我輸俾馬刺之後，征戰自己球技，帶隊殺入 NBA 級決賽，對決衛冕冠軍密爾瓦基公鹿隊。比賽喺中立場地進行，觀眾嗨到拆天，媒體炒到似過年氣氛，緊張到爆棚。比賽未開波 ，ESPN 同TNT 已經瘋狂分析，話呢場係街場怪傑 Apple 隊怪獸字母哥嘅世紀對決，場邊達拉斯球迷揮毛巾大叫 Apple 屌爆佢哋，公鹿粉絲就挑人 Johnny 會打爆你條怪傑。我冷笑住話，睇下我點用金鐘罩同金剛腿教你做人啦！一開波，我對住 Lillard 使出揸波龍爪手快，似閃電一爪搶斷佢嘅運球，快攻上籃得2分，全場球迷即刻吹爆，哇！Apple 一嚟就出怪招，但字母哥唔甘示弱，衝入禁區連扣2個籃，比分拉開。第一節完，小牛20-25落後。第二節公鹿隊發力 ，Lillard 3分連中，字母哥喺禁區亂扣，比分一度變30-50。我使出最羅漢，左搖右擺，似醉咗咁運球突破，但俾 Brook Lopez block 咗我嘅上籃，公鹿粉絲笑到震。Apple 啲功夫流嘅，好彩轉機嚟啦。QA Alvin 開始發力，佢用招牌胯下運球過人，連續上籃得分，比分追到40-50，全場球迷猜反晒，有人喊 QVA 救宇宙，但係一次快攻上籃時，字母哥喺後面使出陰招墊腳 ，QVA 落地時扭傷腳踝，痛到撲喺地上，全場哇聲四起，有人怒敲希臘神殿 ，QVA 被抬走，醫生話起碼要季後賽先返得。我衝過去望住佢離場，心入面火滾到爆，我忍唔住指住字母哥嗌：你唔好出埋啲嗱喳招夠薑，下次試下電我。半場完，小牛40-50落後。第三節，我為 QVA 報仇，怒火燒到頂點。我對位 Lillard 用最羅漢運球加雙轉身，佢俾我晃到頭暈。我在背後換手上籃得分，跟住我使出如來神掌喺空中停留頭，連中3球，比分追到60-60。全場球迷嗨到飛起，有人模仿我動作，有人喊。Apple 係功夫之王，公鹿見勢識唔對字母哥，想故技重施，衝過嚟墊我腳，我早有準備，使出金剛腿硬化腳步，我一腳踩落去，企得穩如泰山，佢自己就痛到抱住腳撲喺地上，場邊醫生衝入嚟話佢腳掌粉碎性骨折，全場觀眾目瞪口呆，有人笑到拍字母哥自食其果，有人嗌 Apple 嘅金剛腿無敵，我冷笑住話希臘怪獸玩電腳，你輸晒。第三節完，小牛70-70追平。第四節我完全爆發，少林絕技連環出擊，我用飛龍在天雙轉身過人，背後換手上籃連得6分，跟住用一陽指點飛 Brook Lopez 轉身暴扣加罰球，比分反超到90-85。公鹿隊試圖反撲，但 Lillard 同 Kuzma 俾我同 Anthony Davis 守到死死的，我再用污糟運球加雙龍出海，連中3分同上籃，全場球迷猜到拆天，有人喺觀眾席跳舞，有人喊 Apple 係神。最後2分鐘，我一個自信後讓3分命中，比分定格喺110-100，小牛隊逆轉勝出，奪得 NBA 級冠軍。完場一刻，公鹿粉絲啞晒口，小牛球迷衝入場跳舞，有人拎住 Apple 紙牌大叫怪傑封王。比賽完結，我企喺場中央高舉 NBA 級獎，隊友圍住我噴香檳 ，Anthony Davis 同 Daniel Gafford 攬住我喊 Apple 你係 MVP， 媒體瘋狂影相，閃光燈多到似拍演唱會，球迷歡呼到拆天，有人拎住功夫之王橫幅，有人模仿我雙轉身，場面亂到似街市。我喺房中講，呢個係團隊嘅勝利，亦都係我個人嘅里程碑。我要多謝隊友教練，仲有 Kobe 嘅教導。今晚我哋屌爆公鹿。今場我打出超人級表現，72分、11助攻、10籃板、5搶斷、3蓋帽。
簡直係少林怪獸。QVA 受傷前連續追分 ，Anthony Davis 首度禁區滴水不流，攞咗15分同12籃板。公鹿隊 Lillard 有25分 ，Middleton 18分。但字母哥受傷後，佢哋完全唔夠我打。不過贏咗 NBA 級只係開始，下次同你講我點喺全明星賽大殺四方。Apple 嘅傳奇仲有排講，香港街場怪傑今日正式封王。I say, Mamba out.